最近大家有冇發現越嚟越多人啦追求素顏嘅自然美，零妝容但係又可以擁有光滑細膩嘅皮膚，呢啲先係真正嘅魅力啊！不過單靠外敷產品真係唔夠㗎，我最近就試咗一款內服嘅保養品 Firmora Day and Night 玫瑰花胎素，用咗之後我啲皮膚真係明顯緊緻咗，更有彈性，仲會透出自然嘅光澤啊！素顏嘅我完全唔怕見人啊！Firmora Day and Night 佢哋最大特色就係佢嘅全球第一玫瑰花胎素，係日本專利成分。呢一款嘅植物性胎素對比起動物胎素更溫和、安全，適合素食者、敏感肌，完全唔需要擔心副作用啊！每日早上食2粒 Firmora Day， 幫助皮膚抵禦日間傷害，強化屏障、淡斑，提亮膚色。夜晚就服用 Firmora Night， 讓肌膚喺晚間修復再生。我之前啲皮膚就容易生痘痘有敏感啊，服用咗一段時間之後，呢啲問題都通通少出現咗啦。我嘅肌膚而家變得細緻透亮，之前嘅痘印都淡化咗啊，連毛孔都唔明顯啊，簡直就係懶人嘅福音啊！而家唔化妝都超有自信啊！想素顏又要靚，揀啱內服嘅保養品真係好重要嘅。Firmora Day and Night 就帶俾我意想唔到嘅改變，令到我真正感受到外敷內服嘅重要性啊！